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 Google 甲台湾的三大厂商来联手，包括台港的大厂广达，这个电脑的大厂宏基、晶片的大厂联发科，要来拼教育数位转型，要来打造着远距离教学的产业链。我们来找泰雅族。 开电脑就使上课，唯独找资讯拢无问题，思想互动嘛袂使欠。疫情过了后，这个远距教学或者 Google 找到商机。在这一块里面，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Made in Taiwan 的创新实力，特别在联发科目前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的情形之下，我们希望能够协助台湾的教育来进行数位转型。 广达、宏基、Google、联发科四大品牌头一摆来一个梦幻的合作。宏基以原有的产品加强伊的功力，广达台港、联发科提供晶片加中央处理器 ，MIT 的魅力连 Google 都拢挡袂掉。因过头一季电脑台港的产业受到重伤，所以讲即马想要提回，恐惊无遐简单。 我们现在缺货缺这么严重哈，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照三餐跟广达要货啊？我们现在看到市场情况呢，不止到年底，其实这个底面会一直延续到明年之后。面对我的大客户啊，我还是很抱歉，还是缺货。 即摆台湾无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到影响，却因为各国后半年远距教学爆发需求量，为生产线到后端整个产业链前景看好。